来有一个网红叫做陈琪，伫个面册讲，伊公司的口罩莫名其妙，互汇入着1000块，一直到警察甲通知，伊才知影伊互告诈欺，甚至佫牵连着一个麻醉师。陈琪提出着3点的疑点，怀疑是伊甲麻醉师共同的敌人设局，要甲伊公司的口罩来冻结。伊讲伊要反倒转来告对方诬告。律师嘛呼吁民众拄着这种的状况，要尽量来收集到证据，也则是证明家己无诈欺的行为，安尼口罩才袂去互冻结。我做每一个合作过的。网红陈琪刑事作风真强嘛真敢讲。昨暗伫社群平台发文章，家己讲收到警察局的通知去做笔录，各方提告诈欺。伊表示，提告的人回复伊和麻醉科医师邱德庆一人1000到公司的口罩，原因是伫网络买手机仔，嘛照店家指示来汇款，也毋过无收到手机仔，店家社团嘛关起来，才会到警察局报案。我气死了，是水逆吗？实际联络这2个当事人，伫结果进前拢无得到回应。也毋过陈琪发文章讲，做这件代志的人可能是伊和邱德庆共同的敌人，目的是想要互公司的口罩被冻结。好佳在对方汇款了后，无偌久就马上报案，加上1000块，这个金额伤少有记录。口罩因为安尼无互冻结。陈琪嘛讲，家己将会提出诬告，当时也点出3个疑点：买一个手机啊，竟然只要2000块；店家要求爱伊汇款到无共的口罩，是安怎照办？2个口罩是安怎才拄好？拢是网红，或者是意见领袖的公司口罩，将会伫11月初2开侦查庭，靠司法了解真相。举证说明，我跟他其实是有一些纠纷的，方也很明确，第一时间看了就知道说这是假的。其实是可以写一个申请书给警方，是可以直接解冻这个账户。涉及到刑法的诬告罪了，是可以处到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律师分析，红提告诈欺，法律的公方性至少都要半冬。口罩大部分嘛伫第一时间就会互冻结，所以呼吁红诬告的人尽量都爱收集证据，或者是证明无诈欺的行为，才袂金流红白条例，搁爱定走法庭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